罢免保昆期的代表人李美玲洪亚讲，伊进前负责花莲两个当地协会，替民进党政府要1000万的补助。国民党怀疑这是咧摕国家的资源咧饲网军。另外，检调继续咧查这人数造假，去敲国民党台北市党部，甲主委带去调查处问话。罢免行动一直发酵，国民党开记者会质疑罢免保昆期团体提供花莲的带头人李美玲。过去所属的两个花莲地方发展协会，这几年得到中央标函加补助高达951.4万，质疑伊是倒手提钱，正手无罢免，互李美玲本人反驳是恶意抹黑，表示愿意接受调查。正当外界好奇说，这个花莲的罢免团体，怎么这么有钱哦？那么这两个协会在过去的5年，其实呢，拿到政府的补助。高达900多万，将近1000万哦。那长年以来，可能就累积了不少的资源。4年前，北林社区就已经卸任；2年前，观光旅游发展协会也已经卸任，申请的相关补助也都依照政府的法规进行核销。这把大罢免进入第2阶段人数，积极协助罢团的民进党立委沈碧荣所受到恐吓批，内容爱退出政坛，佮表示要对伊的亲人不利。这个恐吓信呢，里面有附这个我老婆的照片上面写一个死然后呢，信里面也指出呢，如果我不辞去立委的话呢，我的女儿就会变成下一个小灯泡。其实不管是共产党、国民党跟民众党，一直在煽动对我的仇恨，而这封信件呢，这封恐吓信呢，也不过就是他们不断在煽动仇恨的一个结果。任何人都会说过死亡威胁，我过去说过很多，但我们不会怕，你只要行得正、坐得端。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不要用这种激烈的手段。不过进前那些青年挂纳粹徽章引起的风波，党主席朱立伦一开始表示，这是靠西民进党的恶意独裁。17伊是个表示，绝对不支持纳粹，唾弃纳粹，也坚决的反对共产独裁。包括过去民进党也有一些党员做这样的装扮，我们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反对的。新北检最近针对不实人数展开侦办，搜查国民党邦桥区、沙田埔区党部等6人，10人分别3万到10万交保，佮限制出境、出海甲限制住机。17检调佮搜查国民党台北市党部、台北市主委黄李锦如已经被带到市调处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